國米首回合作客北極圈，真係老貓燒鬚，竟然以1-3慘敗俾挪威黑馬波杜基林特。而家教練哲和最頭痛嘅就係點樣帶住球隊翻到聖西路追翻嗰2球嘅劣勢。雖然國米而家喺意甲放緊風箏，領先 AC 米蘭成10分咁多，冠軍基本上都係囊中之物，但佢哋喺歐洲賽嘅穩定性就真係令人懷疑。睇翻最近10場波，國米贏咗8場，入面包括3-2險勝祖記，同埋5-0橫掃薩斯索羅。不過歐聯接連輸俾阿仙奴同波杜基林特，就反映出呢隊波面對高強度逼搶嗰陣，後防表現真係幾性感下。至於波杜基林特，佢哋嘅黑馬奇蹟仲未完。呢支挪威球隊喺聯賽階段嘅表現簡直係驚為天人，贏過曼城3-1，仲贏埋馬體會2-1。教練紐神成功將呢隊波打造到變咗全歐洲轉手為攻最快、侵略性最強嘅球隊之一。今場波最大嘅變數一定係國米隊長拿達路馬天尼斯要缺陣。呢位今季入咗18球嘅核心，首回合受重傷離場，睇怕都要唞一段長時間。冇咗佢，國米唔單止少咗個終結點，更重要係少咗佢喺前場逼搶嘅第一道防線。哲和預計會起用20歲小將艾斯普薛圖拍住杜林去攻堅。好彩嘅係中場大佬查漢盧古同埋鄧費斯已經復操，預計今場可以打返正選。呢2個人嘅回歸對國米要加強中場控制力嚟講係非常之關鍵。無疑預測顯示國米90分鐘內贏波嘅機率高達74.5%，入球趨勢3.75球以上。考慮到國米返到主場一定要狂攻，而波杜基林特喺歐聯場均被射門次數都幾多，入波應該唔會少。